乡亲啊，这几天真热，都亲像是热天。也毋过俗语讲的，春天后母面，化变就变。气象署讲，阴暗到明仔载，有方面到位，佮伴随真强的冷空气，所以温度会大落降，有真侪地头佮会落雨。这短短一礼拜，都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。医师特别来提醒，这种的温差超过15度的天气，常会引发到中风甲心血管的疾病，乡亲爱特别注意。假期结束，开始上班上课，不少民众出门也是穿外套地薄啊。虽然这时会愈来愈热，像热人。也个暗时冷空气流南，都个要变天。随着明天锋面通过，转为比较阴雨的天气之下呢，各地的白天气温是有比较下降。受到冷气团的影响之下，比较明显的降温呢，可以看到是在周3一直到我们的周6的一整天。气温就亲像初流龙同款一路降，拜四暗时气温降到这礼拜上低点，第7天就亲像体检春夏秋冬。今仔日早起上热，中南部上悬的温度甚至来到33度。也过暗时开始到拜3早起，搁变湿冷，搁有可能会弹雷公。各地一寡所在卖有雷公雨。所落个拜3早起到拜5会变个较冷，中部以北敢若12到13度。若拜6礼拜天气的形态较像秋天。到了明天，全台各地就整体受到锋面的影响。注意，在整个西半部以及东北部，还有宜兰花莲的这一带呢，都是比较降雨明显的情形。春天后母面要变一时间，更该注意健康问题。当温差急剧的变化的时候，温度下降的时候，会造成这个血压的波动，像脑血管、心血管的疾病、意外事件，像脑中风、脑出血或心血管疾病或心肌梗塞等等。医生提醒，若当到急性的中风，抢救的时间就特别要紧。观察患者面部表情，双手平平举悬，或者是讲一句话，看敢有清楚完整。若有任何一个镜头，都要将发作的时间记起来，随送病院。嘛提醒，办完年假了后，民众四界拍拍走，流感等等的病症，嘛较有因为关注社会。掌握天气变化，嘛要注意身体状况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